追求完美嘅展現，百威王者風範。好啦，歡迎各位繼續收睇中華人民共和國第11屆全運會羽毛球男子單打嘅1/8決賽。由面對鏡頭嘅林丹對住嚟自江蘇嘅李旭。而家進行緊就係第2局嘅比賽啊。暫時就係林丹係以3-1領先嘅。喺第一局林丹係贏21-6。睇嚟就係兩個球員係真係完全唔係同一個等級。呢位啊睇到就係江蘇嘅前國手孫晉。亦都係李旭嘅教練啊。林丹就喺第二局贏到4-1㗎啦。而家我諗對於李旭嚟講只係希望就第二局嘅分數多過第一局可能就已經係完成任務。因為事實上兩位球員真係個差距都幾大。林丹就輕輕鬆鬆啦，就已經係21-6贏得第一局嘅比賽。廣東有好多球員參賽啊。今次男單吳文勇、朱慧麟、黃增銘、葉俊海同埋朱鵬翔嘅。呢場賽事都係我哋喺體育頻道為大家送上嘅現場直播啦。喺濟南嘅 IBC 中心啊，換一換拍，試翻兩拍先，換下拍，希望換下手氣啦。李旭5-2發球嘅林丹領先。林丹嘅手腕真係好有呢個欺騙性。呢個波就唔過網下，林丹贏到6-2嘅。超級單啊！之前就係佢個女朋友謝杏芳就係輸咗俾嚟自浙江嘅黃琳嘅。喺呢個女單嘅1/4決賽行人止步。呢場林丹好少一啲就係大力扣殺啊。一扣就係即刻攞到分啦。其實佢都係用一種比較慳力嘅打法，因為今次嘅比賽其實嗰個密度係好勁嘅。今日上晝先係打完就跟住馬上又要打。李旭就喺今日上晝嘅比賽就係贏咗嚟自香港嘅陳仁傑。所以李旭其實嗰個體力就應該係少少有啲蝕底嘅。係呢球又愣網，兼且就係窄界。令到就係真係林丹好似覺得好唔好意思啊。但係冇辦法有時真係你話行運行到咁樣都好難解釋。好嘢話，李旭亦都回敬一球啊，打到個空檔。發球方嘅李旭就係落後緊3-8嘅。發球9-3。界內啊！發球4-9。李旭就喺第二局就適應咗林丹啊，表現亦都有所好轉嘅。而家暫時就攞到4分嘅啦已經。第一局攞6分，第二局應該有希望係超過呢一個6分嘅。冇得彈啦，即係網前啲手感林丹將個波挑過去嗰邊李旭其實已經係冇角度回球噶啦。唔殺啦，呢球寧願同你吊過。哎呀，好危險啊！呢球爭啲界內緊緊出界嘅啫。林丹就贏到11-4。另一邊就打緊就其他嘅男子嘅比賽啊。一陣睇下有冇機會我哋睇到就係廣東嘅選手比賽啦。而家暫時我哋就睇緊林丹對住李旭嘅賽事。林丹喺第二局亦都係第一個就去到11分。暫時兩個球員就要唞唞啦。
咁啊亦都係接受咧就係啲教練嘅呢個臨場嘅指導，都唔使點講噶啦。教練可能無非都係叫佢，係你揸緊啲啦，盡量慳啲力啦嚇。咁啊呢邊孫俊又話你盡力打啦，同老大哥學多啲嘢啦，輸少當贏啦咁樣啦。咁啊呢一球咧就應該係出界啊！好靚！咬咗後場咧，扣出一個直線，咁啊啱喺界邊咧落地。出界。好啦，咁啊，李旭喺呢一局嘅得分咧，已經係超過咗上一局噶啦。咁上一局咧只係攞到6分。咁啊，林丹好似練波咁啊，再一次咧將個波咧撩翻頭先佢失誤嗰個角度。阿林丹喺後場嘅控制好好啊，但係呢球咧就反而咧就俾對方咧挑去咧另一邊啊。咁啊，呢球咧李旭咧挑得非常之聰明啊！咁啊，林丹又換個波先。咁啊，江蘇咧，其實佢哋今次參加全運會有位老將咧，就係呢個劉永咧，38歲啦。咁啊，劉永喺團體嘅比賽咧，就係幫助江蘇咧攞到冠軍。咁啊，而喺男雙嘅比賽咧，就係劉永同埋徐延思咧，就輸咗俾福建嘅組合啊。咁啊，劉永亦都係結束咗咧，就今次嘅全運會嘅征程啦。咁啊，亦都真係書寫咗咧，就係呢個網球呢個羽毛球史上嘅一個傳奇啊！38歲打到，仲攞到團體冠軍。咁啊，所以有時亦都希望即係啲球員咧，就不妨即係珍惜下自己嘅運動生命啦。因為你打波咧，始終係你嘅天賦所在咧。如果你放棄咗呢個天賦去做其他嘅行業咧，就未必會做得咁得心應手嘅。咁好似鄭芳咧，28歲，咁啊，如果真係打到的話咧，就咁我建議佢真係繼續打落去啦。咁啊，當然如果你話有好嚴重嘅傷患，又當別論啦。哇！呢球完全都冇得追啊，只係眼白白咧睇住個波落地。16-9，分數咧一定會多過第一局噶啦。咁但係就結局咧就好難避免係相同嘅結局咧，就係輸俾呢個林丹啦。哇！又挑去空檔。李旭咧完全咧就捉唔到林丹嗰啲路，咁啊同埋林丹亦都講過咧，頭先係佢手腕咧係真係好有呢個欺騙性啊，同埋個反應都好快，個腕力好犀利啊！出界，18-9。18-9。咁啊，而家嘅懸念咧就係李旭咧，究竟可唔可以攞到雙位數啦？落埋網添啊！19-9。